早晨早餐有約，家牛與你閒話家常。嗱，呢個唔係烹飪節目，只不過咧係想透過分享食物咧，咁啊同大家閒話家常一番，咁啊令到關心我嘅每一位啦，亦都係知道我嘅近況啊，一啲嘅病情啊咁樣。好啦，咁啊前幾日都冇出到片嘅，一上個星期四咧就要上深圳啦，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咁就要補交一啲嘅樣本，咁啊都係唔合格，咁最後咧，又要再等幾日。睇下幾時先可以開始翻嗰個嘅口服化療藥，一陣間再講。咁啊，星期五啦，上個星期五啦，即係4號啦，4月4號，星期六啦，4月5號啦，咁2日咧就參加咗教會一個嘅宿營啦，咁所以又出唔到片啦。咁個宿營裏邊咧就好難得啦，大家一班弟兄姊妹可以抽到時間，咁啊喺郊外啊鳥語花香咁啊享受2日。咁啊，但係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又講起食啊。個為食啊，嗰個早餐啊，哇，真係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睇睇，我即刻諗翻我自己嘅早餐。好啦，講翻今日嘅早餐先。嗱，因為一陣間咧，我食完早餐又要北上嘅，稍後交代。今日早餐就係咁啦。好，嗱，最近睇下啦，咁啊一片嘅三文魚啦，加啲香草啦，有一隻蛋啦，加咗一啲嘅羅勒啦。咁就呢個咧就特別啲啦，咁有少少番西落去一啲嘅自家種植嘅番茄，咁呢番茄仔咧又係一個天使行動嚟嘅，教會一個弟兄好好啊，咁啊又送上一啲嘅自家種植嘅啲有非常之健康有益嘅農作物。另外呢個咧就係納豆，咁我加啲牛油果，再加少少嘅藜麥啦，咁啊睇下有點樣嘅效果。呢一個啦，主角我老友水果，咁啊先試咗呢一個納豆先，咁咧有牛油果香味，加少少藜麥，有趣，佢借助咗牛油果啲嘅果香啊，食落個口感咧複雜啲嘅又有藜麥啊嘛，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講咗啦，自家種植嘅番茄仔啦，咁落少少好少啦嘅蘋果醋，唔會太酸。少少番西咯，哇！嗰種撞擊好特別，有番西嘅香，加埋啲咁新鮮嘅番茄仔。上個星期四咧，即係4月3號啦，咁啊講咗啦，咁啊要上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咁啊補交翻嗰個嘅血樣本啦，希望能夠達標，然後咧就開展翻口服化療藥。因為嗰個血小板同埋白血球都真係要達到某一個要求先可以繼續進行呢啲咁嘅化療。點都唔好彩啦，咁個數值出嚟都係差啲啲。咁所以今日咧又要再去驗多一次，咁啊希望咧能夠真係可以開到口服化療藥，即係繼續口服化療藥嘅。咁啊睇下啲紅血球、血小板、白血球等等呢啲指數聽唔聽話啦？呢啲兄弟肯唔肯努力工作啦？嗱，講翻咧，咁就即係面對呢啲咁嘅前邊不知名嘅、不可預計嘅嘢啊，呢啲咁嘅所謂嘅身體裏邊血液嘅指標啊等等呢啲，我操控唔到嘅。咁頂多就係話有啲嘅針藥你可以去催谷，但係始終都冇辦法100%咧話你一定合格，一定唔合格。面對呢啲不知名我哋冇辦法操控嘅嘢咧，咁啊就好無奈嘅。咁當然有啲人就用好多方法啦，有啲人會選擇求神問卜啊，或者係去起卦，然後就趨吉避凶，知道點樣行咁等等啦。佢哋有佢嘅方法。咁有啲人咧就會信賴科學啦，有啲數據咁嘅數據咁嘅數據，我就推論我點樣去掌握未來啦咁樣。
咁有啲人又當然就係用其他嘅咁建構自己一個虛幻嘅未來啊！一切按我嘅心意就咁啦。咁我自己嘅態度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分享過唔止一次，就係行步見步，行步見步，每一步都要帶嚟新嘅一個嘅發展。所以我又唔能夠操控未來，我又唔能夠話掌握實所有嘢，但我就學習交託咯。咁所以每一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時刻，俾我去面對啲功課，行步見步。我知道唔係自己控制明天，因為我知道邊個掌管明天啊嘛。好啦，傾咗咁多先，要上去深圳啦。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